通常咱咧讲圣诞恭喜啊，咧讲耶稣基督伫要降生啊，好常常听人基督讲耶稣你后礼拜要降生啊，好耶稣早就2000年前已经降生啊，而且已经救赎。咱逐年伫遮咧庆祝圣诞节，是咧做庆祝，咧纪念耶稣伊道成肉体来到即个世间。所以咱咧传福音，咱咧讲好消息，咱咧祈祷的时阵，唔通讲耶稣啊，你后礼拜要降生啊，好耶稣已经降生啊。请甲你隔壁讲，耶稣已经降生啊。好，耶稣已经降生来到咱的中间。咱伫2年前，咱教会教育部开始来推动来设即个读圣经的活动。咱用2年的时间，用即个灵修的教材《为了神的爱》，内底有一个读经表，叫做莫瑞前年的读经表，将圣经内底的话固约，用2年的时间固约读一摆，然后诗篇箴言甲新约读2摆。有即个主意，即个 idea 真好，就是来煽动咱所有的会友来读圣经，对圣经来明白上帝的话，安尼实在是真好。所以迄时咱嘛有真侪兄弟姊妹来签名，来买即个册，登记即个册，差不多超过150个，咱教会差不多1/3以上的兄弟姊妹会友，拢来参与伫即个活动。总是伫即参与2年来，到即个月就要来结束。根据阮的了解，真侪会友兄弟姊妹，伫即2年来，圣经开始的时阵真热，总是头到尾的时阵，就渐渐拖去，也是读袂了，也是渐渐感觉哇，读圣经持续读圣经，毋是一件容易的事、容易的事，毋是简单的代志。而且咱伫今年，咱嘛开始伫咱的周报中间来建立即个背经句。即个经句伫内底，也伫咱的周报内底有去每日读经的进度，来记录咱每日读圣经的即个进度记载。所以咱对今年开始，对即个旧约的下半卷，以斯拉记的第1章，读到今日撒迦利亚的第6章，咱伫即个月就要将即个几本的圣经来读了。总是我嘛听见有真侪兄弟姊妹咧分享讲虽然我即马进度还落后2个月。但是呢，这2年来，伊并无放弃，没有放弃。我相信，咱毋是要赶这个进度，嘛毋是将读圣经当做一个事工，当做一个工课安尼来做。读圣经是为着要搁较来明白上帝的心意。读经是为了更明白神的心意。请跟你旁边人说，读经是为了更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咱千万唔通将这个灵修读圣经当做一份工课安尼来做，最到尾会愈做愈无趣味。总是你若是为着要超找上帝的心意，你会真勤奋，你会真努力来读圣经。咱今日所看的这个圣经集，就是对撒迦利亚第5章内底所出来的，是讲到这个一罐的杯的插，这台语好本讲插是符，咱轴书这个卷轴的轴，刚才咱已经这是古早的话咱真罕地咧用，但是意思是讲，伊看到一卷册伫天顶咧飞，这卷册偌大呢？长20轴，宽10轴，差不多比咱这个红色这个台搁较大一丝啊。伊看到一个意象中间，伊看到一把插伫天顶咧飞，这个飞代表什么意思呢？总是咱今日要来三甲来学习。咱也伫今年读圣经的这个过程中间，咱来了解到以色列上复杂的一段的历史，就是对所罗大必甲所罗门因建立王国以后，然后这个国家分裂做北国的以色列甲南国的犹大，总是这段的历史是一个真混乱、真复杂的历史。所以，刚才对咱侪兄弟姊妹中间，你若圣经无熟，你若无熟，今日我所讲的，刚才你真侪拢你无毋捌。但是我用上简单，咱会当了解的方式，互咱来看出到底伫旧约中间，上帝要对咱讲甚么。咱会当看见伫整个以色列中间，上帝对伊的疼，带领以色列，互因有一个王国以色列国，总是他们从王国到王国。这个音同款，但是意思差介侪。当遮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约书亚带领因进入迦南地，然后因过了足久的时间，因有家己的王国，总是因有家己的王、家己的国家，
但是因却袂记得爱有上帝，所以因做耶和华上帝看做歹事，所以这王国一个一个灭掉废无，甚至去外邦受掠，去到伫外邦，亲像昙花一现共款。所以从亡国到亡国是一个教训，历史的教训。上帝的心意是啥物？爱因从归零到归回。因特别爱一个国家，上帝就互恁好，恁爱王就互恁有家己的王，恁爱有国家，互恁有家己的国家。总是你无爱上帝，你去杀上帝，才拢要废无。所以，互上帝互因对头过来，经过受掠70年，因阁转来到伫因家己的土地耶路撒冷。因为因对这个中间，因的败坏，做败坏，亲像耶利米先知所讲的，上帝所爱做，就是要来进行。要对这顶头咧背出，要拆毁，要败坏，要掐倒，然后上帝要过来建立，要过栽培，进行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。所以上帝透过伊的受掠到归回，这个期间，互咱看见人用努力，家己的努力，靠人的努力要来维持信仰，不如上帝的能力来带领。毋是靠家己的熬，爱靠上帝来引带。所以以色列伊互咱一个教训：信仰毋是靠人的熬。请甲咱兄弟姊妹来分享讲，信仰毋是靠人的熬，爱靠上帝来引带。咱的信仰若是靠人的熬，你搁较熬，到落尾拢变做是 zero， 变做是空。只有上帝来引带，这个信仰才会徛在。第三，咱嘛看见这个圣殿的起造，对外口圣殿的起造，爱进到内底圣殿的起造。等这以色列人因避掠归回，转到耶路撒冷，因头一件事就是赶紧来转来起造圣殿。所以所罗巴伯带领第一批的人，到以斯拉带领第二批的人，宣读律法书，重建圣殿。因就赶紧要去圣殿恢复对上帝敬拜，因为已经70年伫外邦袂当敬拜上帝，总是因敢要追求是这个圣殿这个龛，追求这个龛尔。所以上帝阁互因受到阻挡，波斯王又拦阻他们的圣殿的建造，一停了16年。16当这个圣殿起袂好，所以咱嘛看见咱的信仰，若是敢追求这个外面外在。外口这个龛，我有出席无？我有来做礼拜无？我有点名有够无？我有来奉献无？我拢是对外口来看我的信仰，无对咱的心内真正用真实来敬拜上帝。这个工程搁较侪，拢是到尾拢是空，拢袂久长。第四，当因咧起造圣殿，上帝最后透过4篇的信息，甲8个异象，这4篇的信息。是透过这个老的先知哈该伊就出来呼吁讲，咱这以色列人啊，唔通阁顾家己的代志，恁家己食好、住好，住这个有厝顶的楼仔厝，住豪宅，总是教会圣殿底下咧流水落雨咧流水，连厝顶拢无。然后这个等哈该先知出来呼吁以后，伊就开始受到激励。讲你若无过来起圣殿，上帝的刑罚连绵要阁到，因为这个旱灾已经开始啊，大赦已经开始啊。若无阁继续来服侍上帝，做圣殿的工，做教会的事工，这个上帝的刑罚连绵要阁到，所以因就赶紧拼落做工，4年的时间将圣殿来起造。然后撒迦利亚伊也用8个异象来鼓励讲，因就要继续来服侍教会。做圣殿的工，宣告这个异象一个拢要来成。咱今日所看这个下背的这个书卷，飞行的书卷，就是撒迦利亚第6个异象。到底这个飞行的书卷，到底伊的意思是啥物？咱会当对过去、现今嘛甲将来3个方面来了解。头一点，这个飞行的书卷对来自过去，上帝话对过去到今一直在讲话。上帝话伫圣经中间，互咱所看见。上帝话带来创造，
所以上帝讲爱有根就有根。上帝讲海甲地爱分开，地甲海就分开。上帝讲地上爱有遮的野兽，爱有遮的菜蔬，爱有遮的树仔生出来，就地就生出遮的树仔，拢有遮的物件。上帝用伊的话来创造，上帝用伊的话来想出生命。上帝讲做男做女爱有生命，遮的活米拢爱有生命。上帝申命记也讲，人活的毋是靠食米，是靠上帝嘴所讲一切的话。所以上帝的话是咱生命的第一要件。等耶稣伫旷野受到试探，魔鬼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阵，耶稣嘛用这句话讲：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人在活就爱靠上帝的话，毋知咱在活有靠上帝的话无？第三，上帝佫用伊的话来医治，因为圣经讲上帝的话亲像一支利剑，有双柄的利剑，这个剑让咱的骨节与骨髓、灵与魂都可以切开、破入、刺透，比迄个医生的手术更熬。所以上帝的话带来医治，上帝的话带来保护，因为信心的宝剑就是上帝的话。上帝的话，互咱有身份。咱是伊的羊，咱听伊的声，伊嘛认捌咱。耶稣讲，咱是伊的羊群，所以上帝想述伊的话，互咱听去，知影讲咱是耶稣的羊，互咱知影咱是上帝儿女，咱找到我们的身份，咱无搁做孤儿，无搁做奴仆。上帝的话也命定我们永恒的价值，永远的价值。上帝的话是上帝所启示的。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是有益的，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等咱有上帝的话，上帝就是爱咱来陪伴行逐样的好事。上帝要互咱的性命无共款。等咱有上帝的话，咱无搁为着家己来活，是为上帝来活。所以上帝透过伊的话，一直在供应性命，在供应伊的医治，供应伊的保护，供应伊的身份。供应伊，互咱生命永远的价值。咱人的回应是甚物？咱对圣经中间看见侪人，当因听见上帝的话，因拢马上来回应。亚伯拉罕听见上帝的话，因马上回应。伊真做信心的老爸，真做多国之父。摩西听见上帝的话，马上来回应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这士师因听见上帝的话，伊就勇敢出来征战，来保护这以色列民族。大卫听见上帝的话，来启造以色列国，然后来陪伴建立圣殿。咱看见伫先知中间，因拢听见上帝的话。这先知徛在这列国中间咧传话讲话时阵，是去用钉石头，是去用鞭炮，总是伊勇敢来讲上帝的话，来提醒百姓就爱悔改。转回上帝，所以诗篇大卫讲：我将你的话藏伫我的心内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佮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路上的，佮讲你的话将我救我，互我有生命。耶稣嘛讲：出伫上帝，要听上帝的话。咱有要听上帝的话无？咱有常常在听上帝的话无？等上帝过去一直到今，在对咱讲话，上帝在讲。你有在听无？上帝讲了后，你听到，你有回应无？这个飞行的书卷，唔单单是上帝伊在供应，佮需要咱人的回应。所以，佮甲咱隔壁讲，咱爱回应上帝的话。飞行的书卷对过去飞到即马，咱当来对照咱台湾即马所拄着几个严重的这个问题甲处境。头一点。咱的台湾的社会贫富差距愈来愈细，还是愈来愈大？愈来愈大。所以咱即马是啥物社会 ？M 型的社会，好向两极化来发展，好也愈好也，善起来愈善起来。咱的调查贫富差距超过66倍。一个人好野人，伊做一工会当休困66工，善起来人逐工爱做，逐工才有通食。富者越富，贫者越贫。好野人伊会当一口气买地堡、买高金，但是善巧人伊嘛是住地堡，住在地上吃不饱。这个对角是愈差愈大。
咱看去伫圣经中间、旧约中间，以色列他们要被灭之前，因的社会就是这种贫富差距的问题。好野人用一箱蚵仔的钱，将这善车人带伊卖掉，做奴仆。然后，伊连这善车人头壳顶的这个灰尘都不放过，就是讲，伊的钱都对得来，拢对善车人来，剥削穷人，剥削农民，剥削基层。透过伊的权势，透过伊的权力，互家己愈好呀，互这个善车愈善车，伊无去照顾，颠倒过下，互伊愈善车。咱看圣经中间阿摩斯，咱看去米迦。因为咧描写这款的情景，当社会出现这个贫富差距愈来愈大，这个国家岌岌可危。第二，咱看去青年的生产力提高还是降低？降低。这个贫富差距，不是伫这个好野人甲善车人的中间，贫富差距嘛伫顶一代到后一代这个中间，差别越来越大。顶一代财富都在上一代的手中，权力都在上一代的手中，所以过去咱台湾有这个万年国代，国大代表，最一万年不爱退，伊不爱将这个权力，不爱将这个能力来传承下去，不给它交接出去，拢咧掌握掉伫家己的手头，所以少年人愈来愈无机会。咱看今年伫法国产生这个暴动。因为他们要把退休的年纪延后2年，所以产生了大暴动，整个法国大罢工，整个欧洲的这个交通还有经济都停摆。但看起这个月最近，英格兰也在暴动，因为他们决议要调涨学费，因为学费要调涨40%，所以这些学生嘛起来抗议。那看起咱台湾也好，台湾的今日的少年人、年轻人一直在读册，愈读。愈册，这是恁讲的。好，但是事实嘛是安尼。对小学、幼稚园读到大学也无够，我搁读研究所，研究所读落去，我搁要读博士班，博士班读了后，我要读博士后，一直读。啊，到底什么时阵才要来趁钱，才要工课？毋是这些少年不爱找头路，是因找无头路，找无好的工课。这些好的头路爱有好的薪水，所以就爱必须一直读。所以无好的头路，伊毋敢娶某，毋敢生囝，毋敢结婚。所以娶某生囝，生一个就毋敢搁生，毋敢搁生。所以咱的社会一直愈来愈老化，咱的这个以后的这个囡仔愈来愈艰苦，因为这拢是社会的问题。伫圣经中间，拄啊，圣经上帝嘛用无共款的方式。来讽刺这个社会情形。上帝调先知何西阿，叫何西阿去娶一个淫乱的妇人，娶淫妇，然后搁爱甲伊生5个囝，这5个囝互5个名，这个名翻做中文，意思是讲去互赶出去。第2个叫做不爱治啊，第3我搁要治，第4个你毋是我生，第5你是我生。上帝叫何西阿生这5个囝，互这5个名，就是咧描写这个社会后一代因的绝望，后一代因到底是要行往什么所在？看起这个社会问题、社会不公义的问题、社会家庭失和的问题，这个家庭的功能失调的问题，所以导致青年生产力愈来愈低。今日的大学生毕业领偌济，得要2万几，就要偷笑。但是过去咧，甲这拢完全无共款。第3，咱嘛看起今日咱所拄着问题是教会工人流失的问题甲挑战。教会工人做工的人渐渐在流失，毋是渐渐快速在流失。这是一个真严重的问题。伫咱顶礼拜即个学生同工的退休会，阮一直咧大家都咧注意一个问题，看伊讲咱教会流失的人不只啊多，特别伫青年中间流失搁较多。阮来去做一个统计，伫过去这2年中间，教会有咧服侍遮个青年、学青也是社青。过去这2年中间，伊本来咧服侍，教会咧服侍好好诶，总是这2年因为伊诶各种诶困难
可能为着读册，可能为着工作，可能为着结婚、娶某、生囝，为着家庭、厝内走动，拢有流失几个39个，流失39个。伊本来会当伫教会继续来做工服侍，总是却因为这个挑战，渐渐来流失。咱看到一个断层的问题，但是咱嘛看见一个传承的需要。到底教会断层到偌严重？咱若无传承，这个断层就哪来哪大。传承的速度赶不上断层的速度，教会是要安怎来复兴？所以当先知以利亚，当伊伫即个加密山的山顶，甲这巴利的先知伫遐咧战的时阵，伊战赢，然后伊即个耶洗别讲要杀伊，就走去灭。伊迄时阵甲上帝哀讲：上帝啊，你看，规个国家敢剩我一个咧服侍你。总是上帝来回应讲，伫即个国家中间要留7000个巴利来跪拜，好，你就爱去找因。所以以利亚伊马上去找传承接班人。所以咱看去圣经，以利亚马上就去找到以利沙，然后来带领以利沙到落尾，将即个能力温歌来赏赐互伊传承下去。以利亚伊嘛顺利来交棒。但是咱看到伫旧约中间，真侪先知出来警告，但是你看到真少的人伫这中间伫忠心伫圣殿伫服侍。你看见真少的人忠心伫读圣经，宣扬上帝的话。你看见伫迄个国家分裂时期，真少人忠心要来做社会改革，做国家的改革。所以才有先知一直出来警告，但是这百姓拢咧做啥？圣经拢无去写，因为因拢无咧做。第四，国家主权的沉沦甲失丧，这是咱台湾上大的问题。唔知你有这款的感觉，还是感觉讲这无要紧，明天会更好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民国100年之后会越来越好。总是咱当对旧约中间来对照，但伫旧约中间，以色列人因密林因外围这国家外邦的国家，埃及人、亚兰人、亚述人、巴比伦人、波斯人，这些人都咧甲因咧战，甲因欺负。是来安尼来摧残，纵使甚至有以色列的王，他们就玩起这个外交的游戏。我联合这国来拍迄国，还是我联合这国来阻挡迄个国家来拍我？伊无爱挖克上帝，玩外交的游戏，玩游戏越玩越大，玩到最后，家己目睭去挖出来，家己去苏联捆绑，受掠去外邦。你看起这个外交玩到最后是陆权上国，对照让台湾这400年来，西班牙人、荷兰人、明朝、满洲人、日本人、中国人先后来占领伫台湾这个土地来砥砺，甚至还有对在欧美，甚至最近是最流行是韩流哈韩。好，这韩国的明星、韩国的手机、韩国的电器用品、韩国的汽车，连教会都要哈韩。你看到这个哈韩是非常的彻底，不是讲韩国无好，总是让到底让台湾有要真正挖靠上帝，还是拢要靠别人、靠外口的人？这是台湾真大的问题。台湾的外交一直拢是一个游戏，金钱游戏，用钱去建立外交，然后又被出卖，然后再去找一个又被背叛，所以台湾一直反复在做这款的外交。一点进展都没有，你无真正去关心，无真正甲伊诚做朋友，拢是靠这个钱来建立这个关系。别人中国出偌济的钱，伊连马上就安怎墙头草挖大饼去。所以台湾佫无爱放弃这款的外交，无爱好好来做上帝所爱做，这是真正咱的危险。佫过2礼拜，咱台湾就要庆祝所谓的建国100年。等咱要庆祝这个建国100年的中间，要请问，伫世界200几个国家中间，有几个国家他们会承认台湾你是一个国家？200多个国家当中，有几个国家的领袖他们愿意敢讲出来，说你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自主的国家？连我们自己的政府都不敢讲，咱家己的政府、咱家己的公务人员、官员拢唔敢讲，国旗也拿不出来。你要叫别人看讲你是一个国家，你是一个主权独立完整的国家。咱要庆祝什么？咱到底是爱流目屎，还是要伫遐来庆祝？
飞行的书卷伊要指咱将来的道路，飞向将来。伫圣经中间，这个书卷互咱看去过去，也互咱看去今嘛，总是伊要带咱引带，是要引带到将来。规个中间有真侪先知，伊拢咧做启示末后的日子、末后的末后的日子以后的代志。但以理、以西结、撒迦利亚，伊拢看到真侪异象，他们有非常浓厚的末世观。甚至撒迦利亚被封为旧约中的启示录，旧约中间的启示录。圣经会对咱讲未来的代志。等摩西颁布律法400年以后，建立以色列国。约珥先知约珥，伊讲会出来的话，应验250年之后，以色列国被灭掉。先知耶利米讲出70年之后，他们要被掳归回。哈该讲出4年之后，圣殿要重建；还有尼希米讲出52天之后，圣殿的城墙要重新建造。上帝要做的代志，伊早先就已经甲咱讲，透过圣经，透过先知，透过伊的话，上帝已经甲伊的百姓来讲。到今日，上帝将来要做的事，嘛早就已经甲咱讲。台湾到底要走向什么款的情景？咱的台湾的明仔载伫什么所在？咱的青年以后要安怎来面对？安怎伫社会中间来生存？咱教会服侍的工人到底要去对找？这所有问题的答案，贫富差距的问题，圣经拢会当找到答案。而且，咱阁有新约，咱阁有启示录，咱应该对圣经来去敲找答案。第二，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会当拯救，阿们吗？耶稣基督会当拯救。上帝要让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伫耶稣要出世的700年前，以赛亚就宣布耶稣要诞生。伫耶稣要出世的600年前，耶利米就咧讲耶稣要带来医治。耶稣要出世的500年前，撒迦利亚就来表明讲耶稣伊要受气杀。伫耶稣要诞生的400年前，马拉基伊就看见耶稣要带来的翻转、拯救和改变。耶稣早就已经一直咧讲。一直在讲，而且耶稣到今已经来到这个世间偌久啊？超过将近要2000年。耶稣不是已经还没出世，不是那个还没有诞生的耶稣，伊早就已经来啊！耶稣已经生出来，耶稣嘛带来医治，耶稣嘛受气杀钉十字架，伊嘛过活，耶稣伊嘛带来改变，真正已经2000年啊！咱有咧跟对耶稣，咱有叫耶稣所拯救。咱的问题有交互耶稣来解决无？还是要搁靠家己，要搁亲像古时的这旧约的以色列人共款，在重复的循环当中，找无望，找无拯救。当咱要找耶稣的拯救，不是卖城，是爱挖克主的神。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，方能成事，才会当行。伫规个中间，上帝已经透过约珥、约珥。讲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把我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。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，儿女要说预言。神的仆女和仆人和使女都要被主的灵所浇灌。上帝早就已经提起讲，这个信心要亲像饼雨共款安尼灌压落来，是免钱的，是每一个人都会当得到的。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圣灵，你相信吗？相信的就说阿门。每一个人都会当来受到信心的灌压，因为这是。灌压不是用分的，不是叫你来这排队用领的。上帝讲，我的心要拼落来，要灌压给每一个人。经过100年，撒迦利亚佫讲，不是挖克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什么？依靠我的灵，耶和华的灵，方能成事。讲这个拼落来，给咱的信心，你要去挖克伊，你要做，你要努力的，你有靠信心。等五旬节信心降临，到咱即马嘛经过1900几年，信心降临是咱基督教会的生日，教会的生日。对信心降临迄天，头一间的教会开始。耶稣来到世间，伊并无设任何的教会，是伫信心降临节，教会开始，教会历史开始，到达1900几年。1900几年中间，基督教教会历史。
有真侪的改变，真侪进步，真侪咧做上帝感。咱有感受到，咱有根底无？咱有真正伫教会中间挖克信心，来做耶稣要拯救的事，来帮助这散车的人会当受到公平的对待。咱当来帮助咱这后一代这的少年，甲这的儿童，因是毋是咱有会当伫社会中间来生存？咱是毋是咱来留条这的青年、这的儿童，会当继续伫教会来做教会工？咱是毋是会当互咱的国家真正成做一个有主权、独立，是受到尊敬、受到其他国家所信任的国家？今日主日学生伫遮献诗，我徛看因的背影，我心内咧想讲，这个囡仔徛在遮咧献诗，伊嘛是咧服侍上帝。总是10档以后，这个囡仔剩几个伫教会？20档以后，这咧献诗的囡仔有几个搁咧服侍上帝？咱若无去努力，才永远一直咧流失，一直咧流去。所以，咱就爱挖克主的心，才会当来行。而且，圣经嘛咧提醒，地上这所有的国家，唔通去做地上的国家，爱去做是天顶的国，上帝国。大先知、小先知都咧警告，你若是要建立这个地上的国，爱去做上帝所爱的国，袂通去做假是伫地上的国。所以，先知西番雅，伊就强调，以色列国家爱独立、爱自主、爱奋斗，这是唯一的目标。哈巴谷、弥迦、阿摩斯，因拢强调爱行心存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行公义、心存怜悯、存谦卑的心，甲上帝相较行。甚至约纳甲拿鸿，这两个先知用尼尼微城做例子。尼尼微是巴比伦的首都，迄当时上强的国家，地上就是因上强，亲像今日的美国。但是这样强的国家，若无倚靠上帝，因只不过要起造地上的国家，有一天会无去，彻底的毁灭、消灭。所以尼尼微到当连这个一块砖仔拢找无，袂当再也不能复国。所以咱的国家毋是要起造人的国家，是要起造上帝国的国家。请咱做伙讲，起造上帝国。咱爱起造上帝国，这是咱长老教会一直咧追求，毋是一个台独的国家，毋是一个绿色的国家、蓝色的国家，是爱追求是一个上帝国，上帝甲咱三较低地的国家。阿门吗？所以，咱这个飞行的事件，互咱看见过去，互咱知影现在，搁互咱清楚了解将来。咱来甲这个册，甲伊做伙来背，看见一百在背的叉，咱就爱甲这百会背的书卷一起来飞行。所以结论有4点，头一点为了上帝听，立志来读圣经。刚才真侪人过去这2年，为了神的爱，你有领着，还没读了，鼓励你不要把它丢掉。别讲啊，结束啊，我终于喘一口气，迄不是咱的目的。目的是你要继续持续，不管你未来搁用2年，搁用5年，搁用6档，你持续的读圣经、查考圣经，这样来去了解上帝的听、真实的听。所以咱的立志爱读圣经。咱今课逐礼拜来听讲道，有够无？无够。较大声有够无够？爱逐工就爱安怎？读圣经，你爱摕出来读，你才当真正去领受、去得着。第二，咱爱倚靠主的神，因为伫上帝无恶正的事，依靠主圣灵再生无难事。咱要去看见这个社会需要改革，看见咱的后一代需要去帮助因，看见咱的国家无慢，但是咱爱倚靠主的神。对上来讲，贫富差距问题是不是难题？绝对不是难题。对上帝来讲，后一代找无头路，愈来愈唔敢生，愈来愈晚生。是毋是上帝的困扰甲难题？对上帝无即个困扰。对上帝来讲，即个台湾找无家己的定位，袂当成做一个国家。对上帝来看，敢会是一个困难的代志？也毋是。咱来倚靠主的神，因为对上帝无恶正的事。特别是少年人，检测教育无互你机会，公司无互你机会，社会无互你机会，总是教会互你有机会服侍。上帝互你有机会来读伊的话，来明白伊。
所以咱爱挖靠主的心，爱去读上帝的话，然后爱回应。第三，咱爱掌握上帝的话，来迈向100年。台湾所需要的总统，毋是一个台湾无需要一个会晓选举的总统，台湾无需要一个会晓造势晚会的总统，台湾无需要一个会晓包装了好看的总统，台湾拢无需要这个。台湾需要的是爱读圣经，照上帝的话来行的基督徒。台湾无需要总统，嘛当过了真好，但是台湾也无基督徒。无只读圣经的基督徒，照上帝的话起工来行基督徒，台湾就无前途，台湾就无希望。当咱要庆祝100年，咱来思考过去这100年，敢真正值得庆祝？咱有这个国家，这个名100年来是流目屎较侪，还是平安较侪？是有和好较侪，还是拆离较侪？是去帮助较侪，还是去伤害较侪？咱毋敢讲未来阁100年，台湾会当行到200年无？中华民国是毋是会当行到200年？但是咱只有上帝的话会当行到永永远远，因为圣经讲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。上帝的话是永远伫的，所以咱若希望咱的国家会当行到永远，就要有上帝的话，成做咱国家的标准，成做咱国家的中心。阿门吗？所以，咱爱对咱家己开始，101，互咱的教会带来培家。145年前，上帝互马雅各来到台湾，互马街来到台湾，因伫遮传福音、建立教会，已经过了145年。45年前，咱的教会长老教会自我觉醒，咱爱起来培家运动，要培家，教会爱培家，信徒爱培家，奉献爱培家，所以因真正伫10档的内面，互这个整个教会来培家。到2015年，再过5年，是咱长老教会、长老教会宣教150周年，咱会设立一个新培家运动，对101开始，一个领一个，一个带一个。因为咱伫过5年，咱的教会会当对22万人变成30万人，咱的教会当对1200间增加到1500间。咱的宣教书会当对即卖个位数能够突破到这20、30以上。等这代志事工，毋是讲哦，恁这专辑、恁这牧师去做就好啊，中会去做就好啊，总会去做就好啊，拢毋是，是爱对你、对我开始来101。所以问题思考有3个，我要邀请咱大家来思考。头一点，上帝话甲上帝心中间，你有领受上帝听无？但你有领受上帝听，你要甲什么人分享？你要去甲什么人分享？伫当即礼拜的基督会中间是见证会，民政长老伊伫遐咧做见证，讲自从因老母11月过身受主温调以后，1个月内底，上帝互伊向5个人来传福音，这5个拢无伊意料中间，毋是伊大心来安排，伊是拄好拄着，为着因老母过身的代志来。然后伊甲伊传福音，然后这5个拢决志，拢信主。咱感谢上帝。你看去讲，你无计划，你无赌算，总是你着当带1个月，带5个人来信主，这是上帝咧做代志。我们要伫遮来见证。这礼拜中间，对礼拜10到拄则第一场礼拜线，我嘛带3个人决志，嘛有3个做决志，2个是亲人，一个是一个妈妈。因拢会让决志，这嘛不是我所计划、所赌神的。所以，咱若真正我们没有计划，都可以带领人信耶稣，更何况我们下定决心要去带领人。所以，今麦请你伫你的周报中间写落来，你要带什么人信主？莫讲带伊信主，讲你要甲什么人分享？你想要去什么人101传福音，将上帝听，互伊甲伊分享。你莫心内底想，嘴咧讲。请你写落来，咱用1分钟写落来以后，为这个人祈祷。检查伊是你的亲人、厝内的人，是你的同学，是你的同事，是你的厝边，是你的亲戚朋友。伊还袂信耶稣，伊还咧烦恼、咧艰苦，
但是伊也需要上帝听。刚才伊咧流目屎，你会当伊传福音无？请你摕笔，甲伊的名写落来，然后为伊来祈祷。亲爱的上帝，我要伫遮为着阮所看见遮的兄弟姊妹、亲人朋友，因的灵魂也未得救，也未认捌主耶稣。但圣诞节要来到，阮在庆祝耶稣降世的时，因的灵魂也需要有根来救因，需要有好消息进入到因的耳孔。主特别求你来开因的心。开因的耳孔，互因伫过来日会当来听见、领受上帝你的福音，会当成做上帝你所救赎的囝儿，也愿上帝你的神来帮助阮立志伫你的面头前，要做上帝你的工。检采阮感觉是无可能，总是伫上帝来看，你的凡事拢话，你无恶正的事，愿主你的神来帮助。祈祷靠主耶稣的名。第二，上帝话要安怎帮助我来迎接新的一年？新的一年要来到，总是咱是毋是备办好要来去回应？咱伫过去2年中间，咱用为了神的爱；过去10年中间，咱用新眼光读经，咱嘛有背金句。你是毋是伫未来1年中间，你要继续来努力伫上帝话，要继续认真读上帝话？你嘛伫遮。甲上帝立志，甲上帝祈祷。若无上帝的话，你就袂当，咱就所做拢袂当胜做是啥物？因为诗篇讲，城池若毋是耶和华固守的人就安怎？空空着磨。厝体若毋是耶和华起造人空空着磨。城池毋是耶和华固守的人就空空紧醒，空空伫遐来紧醒。所以你所做一切，若无上帝话伫你的头前，甲你引带检采。以后拢变做是空空，所以我嘛邀请你，即马咱来做一个祈祷。你家己甲上帝做祈祷，莫等到1月1号，真侪人拢是1月1号讲主啊，新的一年要开始，我今年要安怎？今年要安怎？你即马就开始来备办，也不要等到跨年祷告会，即马你就有机会，你就甲上帝祈祷，求上帝来帮助。咱做伙为着你家己个人，咱来祈祷。主啊，要为着我家己来祈祷，主啊，求上帝你来帮助，互我会当伫未来的日子中间，会当更较来靠无上帝你的话，会当更较来入志伫上帝你的话语。主帮助我来查考你的话，来读上帝你的信息。主啊，互上帝你的话成做我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照亮阮头前的道路。献上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现在主，阮要伫你的面头前。照你所互阮的感动，照你所互阮的信息，我要立志伫你的面头前，亲像以斯拉共款，我要来读上帝你的话，要来宣布上帝你的律法。愿上帝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上帝你的话成做阮的帮助，成做阮的保护，成做阮的气力，互阮所做一切，拢有上帝你的话来带领。互上帝，你当真正带领阮来得胜，来应跟上帝的名，祈祷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甲上帝祈祷爱客气哦，要遐客气好无？哦，咱咧开讲的时阵拢安尼无客气，好，咱甲上帝祈祷免客气。所以最后咱要来祈祷，伫咱的建国要100年，帮我按下一页。建国要100年。咱咧为着咱的国家未来这100年来祈祷，未来这100年当中，我们的国家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？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，咱的长老教会，各个5当就是第3个喜年，150年。咱到底咱的长老教会会当做啥物？咱的教会要安怎来做？不是只有想要祷告，不是想到了才祷告，而是先祷告才会想到，先祷告才会想到。所以咱就爱祈祷，为着这个事，为着咱的国家，为着咱的教会，甚至为着咱迦南教会，为着咱的后一代。我们这时候邀请大家，不要客气，来跟上帝祷告。
主啊，我们伫遮来为着阮的国家来祈祷，为着台湾，上帝你所拣选的国家，这个土地上帝你所创造，上帝你所祝福。伫即个土地有侪人，上帝你所疼惜的，主啊，要为着台湾的前途来敲找上帝你的心意，敲找上帝你的旨意。愿主你来帮赞，互台湾伫庆祝100年以后，毋是讲看这过去，要用未来来跑走，主啊，互台湾会当成做一个完整独立主权的国家，会当伫社会、伫世界社会中间受到公平、公义的对待，也会当互台湾成做为主最敬虔的国家，互台湾的教会来兴起，互台湾遮的基督徒会当为主最根最严。主啊，台湾无需要遮的包装的领袖，无需要遮选举的总统，台湾需要是真正用上帝话来引出的领袖甲总统。主啊，愿上帝你来行即个事，互正教会热心来传福音，特别祝福伫台南教会会当参与伫引领入新培教运动的中间，阮的每一个兄弟姊妹，阮的同工信徒，拢要热烈来参与伫即个过程，伫即个上帝你的起造工程，上帝你要帮助阮，上帝你要扶持阮，求你听阮的祈祷，靠主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主，我们为着阮的国家、社会、教会来祈祷。主，台湾是你所创造的美丽岛，是一个水搁好的所在。是台湾有真侪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宝贵遮的资源，甲你的创造。台湾人也是上帝你所看做可爱，是你所疼惜的。主，总是阮看见台湾犹原需要福音，犹原需要有公共的教会来做主的根，做主的盐，来做见证。需要有公共的基督徒会当为主来发声，为主来传福音。主啊，帮助阮，对阮个人开始，一个引带一个，一领一的运动，主阮拢爱参与。不管是大人囡仔，是兄弟是姊妹，我们来拥有。愿上帝你也帮助，过去阮的国家检测行迷路，检测阮的信仰行迷路，检测阮的青年后一代行迷路。总是上帝，你来引带因，互阮当行上帝你话语所引带的道路。主，求你听阮的祈祷。这个时阵，我也要用许多圣经，成做阮信仰的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。伫本州比拉多人来受苦，顶12架，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边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信徒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们。